今晚咧我哋會講半導體咧急升喎，到底可唔可以入咧而家？咁另外咧騰訊暴跌喎，資金係咪散水啦已經？咁到底而家係咪適合撈底咧？咁仲有咧就係有一啲重點嘅股票會分析啦，就係華虹、聯想、MU 同埋 SanDisk 嘅觀眾朋友咧，記得咧要加入我哋個免費資訊群組啊，因為咧我哋真係有好多線上同線下嘅活動啦，仲有一啲市場資訊、一啲最新嘅影片咧，都會喺呢個群組裏邊優先發放俾大家。咁大家唔想錯過嘅話咧，就首先加入咗呢個群組先啦。咁而家畫面上面都有個 QR code 嘅，簡單咁掃一掃嘅話都可以加入到嘅，或者留言區都有個連結嘅。本身我哋以往直播係禮拜二嘅，不過尋日個時間咧就讓咗俾富同牛牛嘅一個實體線下嘅操作營，就講咗4-5種大資金嘅類型啦，點樣去用大資金嗰啲熱炒板塊去抄大戶嘅功課等等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因為尋日都幾多人，100幾位觀眾，富途銅鑼灣店2樓坐滿晒成層。哇！都估唔到，好踴躍喎！如果尋日真係出席唔到實體教學嘅觀眾朋友，你又想知道點樣用大資金流揾出熱炒板塊嘅話呢，富途好貼心地開放咗一個重溫俾大家，大家可以掃呢個 QR code，或者你可以撳留言區應該有個位有條連結呢，可以睇到尋日嗰個實體教學嘅一個重溫嘅。咁同埋就係尋日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富途嘅功能，其實都係同資金流啊 AI 有關嘅。其實富途而家都擺好多資源去研發 AI，呢個世界趨勢嚟嘅。我自己同富途嘅理念都好相似嘅，就係富途其實都希望透過教育啦，或者一啲工具上咧，可以幫大家去渡過投資呢個難關。Ron Sir 其實都想問你啊，你尋日分享啦或者教學啦，其實都想知道點解你咁熱衷去做呢件事呢？一嚟我自己生活上如果唔分享嘅話，我會冇咗好多樂趣啊！你諗下點解 Elon Musk 要研究火箭，要研究去火星？其實佢可以退休乜都唔做，可以走去玩。其實好多人唔係話淨係賺夠錢就算嘅，你人生唔可以淨係得享樂噶嘛。咁你要有啲有成就感嘅嘢啊，值得你開心、值得你自豪嘅嘢。好似呢啲實體嘅教學又好啦，或者好似而家線上去分享，陣間同大家分享嘅內容都好啦。其實大家交流呢係一件令到我有成就感嘅事咯。即係你錢要賺咁，但係如果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啲價值出去，呢種感覺你用錢買唔到。咁所以 Elon Musk 咁有錢啊，佢都研究去火星。我諗佢係為咗人類使命，呢個係佢嘅成就感。係。咁我就冇咁偉大啦。咁但係使命感就係呢個。我嘅使命感就係我自己同我團隊研發啲 AI 工具啊，或者線上線下同大家分享一啲投資上嘅心得等等。呢個係我自己嘅樂趣，所以大家記得去睇翻尋一個線下嘅重溫啦。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準備咗好一段時間嘅入邊啲內容。咁我相信嗰4-5種嘅大資金類別都對大家好有幫助。咁我嘅目標就係我要令到我自己套 AI 嘅系統成為亞洲第一，起碼你可以同外國有得比先。即係而家香港嘅 AI 科技係落後於全世界嘅水平好多嘅。咁我希望係有朝一日可以拎出去同世界比啦。咁所以呢啲嘢係我自己樂趣咯，或者我嘅成就感咯。咁所以大家觀眾除咗尋求呢個股市嘅盈利，都可以尋求下一個當中嘅樂趣。翻去我哋今晚嘅主題啦 ，Ron Sir，半導體。到底而家你點樣睇呢？佢升得咁犀利。咁華虹呢，尋日係急升咗17.9% 嘅，今日回咗4%。咁但係呢兩日 overall 加埋都升咗14.5%。咁所以我諗大家目前嚟講，可能有啲觀眾係急住想鬧嘅。咁但係鬧之前呢，有啲嘅分析或者一啲數據要俾大家睇下嘅，就係目前呢，首先佢係未有綠燈嘅。未有綠燈呢，因為佢有幾個原因啦。咁佢其中一個原因，一個條件未達到，就係佢嘅資金流係未夠嘅。右邊呢度有個資金流向。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尋日線下牛牛教學會講嘅其中一個 topic，尋日都有講到。華虹21號尋日升咗17%，咁但係你睇翻尋日個資金流好少嘅，得2億嘅。2億點解係少呢？因為我哋去對比翻前幾次啦，其實華虹每次都係7億9億咁樣去流入嘅。俾翻上2次嘅例子俾大家睇下啦，你見到對上2次華虹升得勁嘅時候呢，係講緊5月26號呢度出咗綠燈，呢一波升咗3成嘅，然後6月15號再出綠燈，呢一波升咗4成嘅。呢兩個位置點解隻 AI 指標會分析完出個綠燈呢？因為呢2次都有極大量嘅資金流入，咁大家可以記住呢2個時間點啊。咁我哋睇翻個資金流數據啦。第一次出綠燈嘅時候5月20幾號，咁當時20號呢度呢，係當時套定律出之前呢，已經講緊有7億嘅資金流入喺20號呢一日。套定律呢個利好消息22號先出現嘅，咁所以呢隻 AI 指標分析完個資金流，再加埋一啲利好消息、趨勢上嘅突破等等呢，22號就出咗粒綠燈，隨後就升咗33%
3%。咁而第二次出綠燈係6月15號啊嘛。點解隻 AI 指標會出綠燈呢？其中一個原因呢，就係因為15號有4.3億嘅資金流入，即係佢閒閒地都4億7億咁樣流入㗎啦。當時再加上6月15號呢度係一個趨勢嘅突破，15號出完綠燈，17號嘅時候再有6.6億嘅資金流入，即係15號加17號兩日夾埋咧都10億嘅資金流入。咁所以基本上前兩次5月呢波3成同埋6月呢波4成嘅升幅呢，兩次都係條件齊備嘅。咁所以呢隻 AI 指標兩次出綠燈，兩次都3-4成嘅升幅。咁但係今次點解冇出綠燈呢？今次21號雖然係升咗17%，但係我哋睇翻個資金流呢，尋日升17% 嘅時候，其實流入嘅資金得2.2億。咁而呢個係講緊主力嘅大資金。如果我哋對比翻整體呢，整體有16億。整體即係話你包埋啲細單，即係簡單嚟講包埋啲散戶。咁你對比翻啲散戶同主力大單嘅分別呢，咁你就知道呢，其實主要尋日呢，散戶推上去係居多嘅，大戶推上去嘅比例係佔少數嘅。咁所以喺個資金流層面呢，其實係暫時未符合個條件，唔係好似5月6月嗰兩次咁樣嘅。咁而喺個趨勢上面呢，前兩次都係一個橫行整固嘅突破啦。咁但係今次呢，其實喺個低位未有一啲嘅轉勢形態出現嘅，即係個趨勢上未有一個轉折嘅。因為前兩次呢啲位置呢，你都可以話喺啲中期調整，喺啲低位啊，有啲3-5日嘅短期橫行整固完係一個突破，呢啲係一個趨勢上嘅轉折。咁但係今次除咗資金流唔符合之外呢，見底形態都未形成到嘅。一般嚟講，我哋希望見到呢度有個迷你嘅收縮形態啦，或者一啲嘅雙底、三底等一啲所謂嘅見底形態。咁前兩次係有嘅，今次係冇。呢啲因素加埋呢，令到華虹目前呢個位置呢，雖然叫做單日急升，咁但係佢嘅條件呢係冇5月同6月咁好嘅。咁所以我哋一個客觀理性嘅分析就話俾我聽呢，目前嘅數據係未足夠令到華虹可以即刻有一個嘅信號出現咯。當然啱啱講嗰啲嘢全部 AI 指標分析晒啦，咁佢就冇出呢粒嘅綠燈嘅。咁所以有時一隻股票佢急升可能係機會，但係有啲股票急升可能係一啲假信號嚟嘅，做市場嘅噪音。咁呢個你要自己去識得分辨咯。咁同埋前兩次5月同6月嗰兩次呢，都係講緊有行業趨勢嘅配合，即係嗰啲大資金唔係淨係買華虹嘅。當時我哋睇翻9903啊、中芯啊嗰啲係同一日呢，有啲大資金掃幾隻同板塊嘅股票。呢個係5月同6月嗰兩次都有發生嘅一個行業趨勢啦。咁但係今次係見唔到嘅。咁所以雖然佢單日急升咗10幾%啦，咁但係暫時嚟講，我覺得要觀察下先嘅，證據未夠，理據未夠。華虹目前就要可能睇多1-2禮拜。如果你係同學仔就簡單啲啦，唔好咁複雜。等信號。係咧，你等綠燈有冇啦？如果同學仔已經有呢套指標嘅話，就非常之簡單啦。但係我哋有啲觀眾朋友呢，係未了解呢一套指標係點樣可以幫到你嘅。咁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想話簡單啲、輕鬆啲揾到呢一啲嘅機會嘅話呢，咁首先喺畫面上面呢，掃翻我哋嘅 QR code，或者喺留言區度撳翻個連結，就係參加我哋個 AI 指標嘅分享會。咁呢一個 AI 指標分享會呢，特別適合一啲真係好忙冇時間去做分析，或者冇時間去學點樣做分析嘅朋友仔嘅。咁而係呢，我哋好多嘅同學仔呢，雖然佢哋好忙都好啦，佢哋做得好好嘅成績嘅 even 係講緊5位數係好常見啦，咁6位數嘅都好多。呢啲嘅同學佢哋賺錢可能10幾萬，然後3-4倍嘅人工咁樣。咁但係佢哋背後講緊嘅係理性化嘅操作，即係唔係靠運氣賺10幾萬，你靠運氣賺唔到10幾萬嘅。你靠運氣去撈底呢，通常都係輸錢居多嘅。咁所以首先我哋 AI 做到嘅嘢就係百幾個條件，全部係理性咁樣去分析咯。即係佢唔會因為一隻股票升咗10幾%就好似見底，就感覺上好似有信號咁就出個綠燈，佢唔係咁樣嘅。所以 AI 講緊嘅係理性嘅分析、客觀嘅分析。咁所以好多同學賺錢背後，我哋賺錢嘅原因就係首先要理性。除咗華虹，咁我哋仲會講聯想喎。特登講聯想呢，就係因為想將華虹同聯想做個對比俾大家睇。而家呢一刻華虹就暫時未有大資金流入，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翻聯想呢，大概個零禮拜前啦，就有大量嘅資金去掃緊呢隻股票。如果我哋淨係睇最近呢一個月嘅話呢，7月13號係有3.5億嘅資金流入嘅。喺呢一日之前呢，其實每日都係講緊幾百萬、幾千萬一啲好細埃嘅資金出入嘅啫。零零舍舍7月13號有3.5億嘅資金去流入。咁你見到7月13號呢一日呢，正正就係呢度啦。
中期調整嘅位置。咁所以呢啲就係一啲好好嘅信號，就係話俾我哋聽呢，如果一隻股票佢喺整固前有資金流入，整固前即係講緊當時係5月尾呢段升幅啦。5月尾嘅時候，你見到啲資金都係6億啊、3億啊，每一日咁樣去流入。整固前有大量資金流入，整固嘅中途亦都繼續有資金流入。7月13號，咁即係話其實啲大戶呢，每次趁佢調整少少就吸嘅。咁呢個就係啲大戶持續咁吸緊貨。咁所以聯想呢隻股票點解我哋會跟咗幾個星期都係咁講佢呢？就係因為佢資金量好充足，啲大戶係咁買，多次係咁流入。咁所以呢隻係我哋會留意嘅股票咯。咁你對比翻目前嚟講，呢隻股票佢未升得好勁，咁所以正正我哋要揾嗰啲就係調整緊，未升得好勁嘅，仲有水位嘅，同時間有大資金流入嗰啲股票。目前嚟講呢，我覺得聯想其實都7-8成，但係仲爭少少嘢，就係爭個趨勢轉折啫。佢升咗1個倍，但係估值都好平啦，資金流亦都齊備啦，不停有大資金去吸貨啦。咁但係佢目前未有綠燈嘅，因為佢仲爭一樣嘢，就係個趨勢上嘅轉折。假如佢呢一段嘅下降趨勢，呢條下降軌啦，可以突破到嘅話呢，呢度會有個趨勢轉折，咁就條件齊備啦。目前佢未突破，咁但係嚟緊呢1-2個禮拜，假如佢行呢啲趨勢呢，可能短期貼住呢條下降軌，可能短期橫行下，然後突破，咁呢啲就係一個好好嘅趨勢嚟嘅。咁所以聯想呢一刻就冇信號，但係我會留意佢咯，係啊，值得去等待。咁但係佢8月中呢就會有個財報。嚟緊有2個可能嘅情況啦，就係如果佢呢幾日整固完即刻突破，即刻出綠燈嘅話呢，咁就最好嘅 case。咁但係如果佢一路拖到8月臨財報前幾日都冇突破嘅話呢，咁我就會等埋個財報先嘅。因為如果佢好近個財報呢，佢就有機會等埋個財報作為一個催化劑，先等隻股票突破嘅，都有呢個可能。騰訊就係近期一個好多人情緒化操作嘅例子。咁佢今日跌咗7%嘅，基本上對於騰訊呢種細波幅嘅股票嚟講呢，已經算係暴跌㗎啦。因為佢每日都係講緊2-3% 上落，一日跌個7%對佢嚟講已經係好多。我記得上星期就講到話騰訊係跑輸恒指㗎嘛，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？咁而上星期都有講過話騰訊雖然回升咗10幾% 啦，由低位，咁但係其實係未有資金流入嘅。呢個上星期直播講嘅，都唔係10幾%，回升咗20%。咁但係回升20%都好啦，我哋唔係單單因為哇好似回升咗好多就好似見底，呢個係一個好感覺型嘅分析，係唔準確嘅、唔客觀嘅分析。咁而今日點解會暴跌呢？你睇翻佢資金流呢，其實佢從來都冇大資金入過去嘅，包括由6月尾至到7月呢半個月當中呢，其實從來都冇大資金去流入嘅。有大資金流入嗰啲，以騰訊嚟講呢，絕對唔係嗰啲500萬啊，或者400萬。400萬呢啲你擺啲中型股票都唔夠睇啦，更何況係騰訊。我哋開翻港股嗰隻騰訊睇下先。騰訊呢，你可以見到甚至今日呢係有27億嘅資金淨流出嘅。咁你見到早前佢哋全部流入嗰啲，其實都係啲市場噪音嚟嘅，都係7億啊、10零億啊。但係對於騰訊啲咁大隻嘅股票嚟講，呢啲顯然係唔夠嘅。咁所以佢一路都冇一個持續性嘅足夠嘅資金流入啦。而今日單日就流出27億啦，即係話佢幾日累積埋嘅資金，一日就同你走晒，一日可以流走27億嘅資金，呢個係非常之誇張嘅。咁所以騰訊呢啲股票就話咗俾你聽，佢其實一路以嚟呢2成嘅反彈都唔係大戶推上去，係啲大戶用啲手段令到散戶去接貨。佢今日呢就開始收割啦。咁你見到趨勢上呢，其實佢已經係跌穿咗呢段半個月短期嘅上升趨勢，即係呢一段嘅反彈浪啊，呢半個月嘅反彈浪今日正式跌穿咗，低開低走，趨勢上已經變弱咗，再加上一日27億嘅資金淨流出。OK， 之前都係啲小打小鬧，一日3億啊、5億啊、7億啊咁樣，今日一日同你走咗27億，咁呢啲就係啲典型散戶俾大戶收割嘅一啲畫面。我哋對比翻整體呢，整體即係話包埋散戶嗰啲啦，咁你見到過去嗰半個月20幾億、30億一日嗰啲呢，通常佔多數都係散戶，咁即係話30億入邊有20億都係嚟自於散戶，得7億至10億係嚟自於大戶嘅。咁呢個比例上，咁即係話其實主要過去嗰半個月係散戶推上去嘅，大戶係一個利嚟嘅啫，釣魚嗰啲利啊。咁今日走得最多嘅係邊個呢？今日總共呢係走咗33億嘅，33億入邊有27億呢係嚟自於大戶嘅，咁即係話得6億係散戶走，27億係大戶走嘅。咁你睇呢個比例其實都好明顯啦，就係一個接貨然後割韭菜嘅一個格局嚟。咁你睇呢啲資金流，你就會發現呢啲完美就係一個陷阱嚟嘅。咁所以其實騰訊暴跌呢啲唔係好意外，因為上星期直播都有講到佢根本資金流啊、趨勢各方面都未建立得到啦。你撇除
資金流呢，你睇埋佢個見底形態都未形成到啦。即係呢見底形態佢仲要做埋個假突破，其實大戶都幾衰下嘅，好老實講。係啊，呢度呢，做咗一個類似頭肩底咁樣嘅形態，但係佢喺7月16號，佢呢個頭肩底假突破，衝高回落，即係佢形態上又做個假突破，資金流呢，佢又呃散戶去接貨，呢啲就係嗰啲所謂嘅市場嘅陷阱。咁啊，而家騰訊未一日俾人沽咗27億大戶，咁我反而比較擔心嘅係，如果騰訊一日俾人沽咁多，咁巴巴同小米會唔會出事呢？呢個我會擔心嘅事情。而家呢刻嚟講呢，巴巴同小米就未出事嘅，咁但係騰訊已經開咗個唔好嘅頭呢，咁我就自己會避忌啲啦。講緊2-3個禮拜前呢，其實巴巴同小米都係類似騰訊一樣，就係大戶根本冇買過嘅。咁大戶都唔喐嘅時候，點解散戶會早過大戶喐呢？其實啱啱大家未見到有好多同學賺錢嘅，咁佢哋唔會係一個感覺型嘅操作噶嘛，即係你感覺型操作，你唔會賺到呢啲錢。即係啲同學賺錢，你賺10幾萬，你唔通憑 feel 去賺咩？冇可能嘅呢件事。所以我哋一定係理性嘅分析，我哋會睇晒我自己套 AI 指標嗰粒綠燈背後100幾個條件。咁佢100幾個條件全部都係客觀嘅分析嚟嘅，佢唔會因為話好似見底喎，好平喎，好似好吸引喎，咁我貪多幾蚊啦，我就出粒綠燈俾你啦，唔會有呢個情況。即係佢一定係嗰100幾個條件中就中，唔中就唔中。係啊，咁所以呢，嗱，大家如果真係想話避開一啲情緒嘅陷阱啦，去做錯決定，又或者係真係冇時間去做咁繁複嘅分析嘅話呢，真係簡單啲啦。大家掃一掃畫面上面嘅 QR code，咁另外呢，喺留言區亦都有個連結啦，咁啊大家撳翻入去報名翻我哋 AI 指標嘅分享會先。咁呢個分享會呢，就完全免費嘅，希望幫到大家呢，就係去了解點樣可以慳時間、慳水、慳力咁樣去揾到一啲賺錢嘅機會同埋做部署。我啱啱講嗰啲陷阱啊、市場嘅資金啊、接火棒啊呢啲咁嘅 concept 呢，當然我自己就唔會人手分析嘅，因為你睇翻過去嗰半個月，騰訊升咗20%都係冇綠燈嘅，因為一套好嘅 AI 指標唔係淨係捉機會，佢應該另一方面要幫你避開啲陷阱。咁啊點樣防止接火棒呢？下面冇綠燈嘅，所以我係冇鬧到呢隻嘅。升20%都係冇綠燈嘅，即係 AI 總唔會同你講哇升20%好似見底然後出粒綠燈，佢唔會嘅，即係佢100幾個條件唔中就唔中。咁所以呢啲就係你避開啲陷阱嘅方法。咁當然我啱啱就詳細啲解釋背後嘅邏輯俾你，咁但係實際操作上我就唔會咁樣慢慢睇啦。佢唔出綠燈，即係未 ready 咯，即係有機會陷阱就係咁樣。咁美股我哋要講 MU，點解近排又多翻觀眾去問呢隻股票呢？我諗好大原因就係因為佢又係反彈20%，反彈10幾20%咧就會開始有啲投資者啦想去撈底。呢個係好多人嘅第一直覺。一隻股票哇反彈2成喎，仲唔係見底？呢個好多人嘅第一直覺，好似騰訊咁樣咁就中伏啦。咁而 MU 目前嚟講呢，佢雖然反彈咗2成，咁但係你見到下邊未有綠燈嘅。咁有幾個原因啦。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趨勢上呢未有個明確嘅轉勢。因為我哋首先佢出綠燈嘅其中一 part 嘅條件呢，佢要有個見底形態先。咁佢呢個見底形態係未形成，亦都未有突破，未有趨勢轉折呢。呢個係第一個條件已經未中啦。第二個條件呢，我俾翻啲資金流數據你睇啦。你可以見到最近美光係由17號開始回升㗎嘛，咁由17號去到22號呢一個禮拜回升咗20%，咁但係呢一段時期入邊呢，你可以睇翻個資金流呢，係冇大戶嘅資金流入嘅，基本上流出嘅程度都係多過流入，咁所以其實呢一段比較傾向係散戶推上去。我哋對比翻整體同主力大單，你見到整體個情況係流入嘅數量係多過主力大單，咁即係話其實大程度上散戶推上去嘅，咁所以大戶都未開始入場，咁呢個此其一。第二就係啱啱嘅見底形態都未形成啦，未突破，未有趨勢轉折，咁所以呢啲條件未符合到，咁所以目前嚟講，呢個亦都係點解即係 AI 指標未出綠燈嘅原因。即使反彈咗2成都好啦，都唔一定係見底嘅，就好似騰訊啱啱個case 一樣啦。反彈2成唔代表見底嘅，咁所以目前呢一波呢未必會係一個機會。咁而 SanDisk 呢其實都係類似嘅，又係好多觀眾近期開始問啦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 SanDisk 都反彈咗唔少，又係反彈咗2成。咁啊，好多人嘅第一直覺就係哇，呢隻股票反彈2成啦，係咪可以開始部署啊？你見到對上一次出綠燈呢係呢度4月1號，當時係680幾蚊。呢啲位呢係一個橫行整固嘅轉勢位嚟嘅，轉勢位再加上有資金流入，所有條件達成，機構嘅熱度、市場嘅熱度都夠，咁所以當時680幾蚊出綠燈，一升呢就升到去1500蚊，咁呢度就1倍啦。咁當時係條件齊備嘅120%，咁再另外一次呢，就係5月26號，5月26號1500蚊呢度再出一粒綠燈，
然後一升咧升到2300蚊，50%嘅升幅。咁又係呢度有一個趨勢上嘅突破啦。見到呢條白色線即係佢有個趨勢上嘅突破。上一次出綠燈佢係回升咗2成嘅，出綠燈。今次點解回升兩成又唔出綠燈呢？上一次同今次嘅分別就在於上一次呢一波係大戶推上去嘅，今次呢一波呢係散戶推上去。咁再加上上一次呢個形態上有個趨勢上嘅轉折，今次冇。咁所以成個大趨勢目前嚟講未轉勢啦，咁亦都未有足夠嘅資金流入啦。金融大鱷都未開始留意佢嘅時候，我哋更加係即係唔需要咁早去留意佢。咁所以我自己預計 SanDisk 或者 MU 呢，其實都要再橫行整固多一段時間嘅，冇咁快嘅。佢可能要上落再1-2個月。跟住中間呢1-2個月啲資金再吸下貨啊，震走下啲散戶，自己再搶翻啲貨啊，然後再打下底，做下啲見底形態等等。SanDisk 或者 MU 可能都要幾個星期或者1-2個月嘅時間先有機會咯。咁所以呢兩隻要等一等，唔好急。如果你早咗入嘅話呢，佢如果下邊仲有跌幅空間，咁你變咗要捱價。或者你早咗入嘅話，咁你唔知等幾耐嘅，可能等3個月，可能等半年，咁你嘥咗嘅係時間咯。咁我哋呢，今晚呢分析咗咁多隻股票啦，好多謝 Ron Sir 花咗咁多嘅時間喺度，大家都辛苦，亦都好多謝各位觀眾呢，同我哋留到最後。我哋禮拜4再見。係啦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